마누라랑 장인 건드리면 되겠냐? 어?好久不见了，于叔叔。爸，你没事吧？啊，彤彤，你看看，这是谁呀？段飞。改口吧，我是你老公。什么老公？你神经病吧？我救了你一命，你没谢我，还骂我神经病啊？你这是什么头发？结婚以后染回来。结什么婚？你有病吧你？是我有病，竟然答应跟你结婚。谁要跟你结婚啊？爸，咱们去医院吧。是什么人啊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会查清楚的。彤彤，我有句话要跟你说。人我已经给你选了，就是那个段飞。一会儿你去民政局登记吧。爸，你让我结婚？是的。你开什么玩笑啊？我没开玩笑，东东，相信爸爸给你选对的人，你准备一下，马上去吧。爸，这种事儿您好歹也得跟我商量一下吧，您不能这么武断。我说这句话都太突然，我现在也顾不了那么多。这段婚姻不仅仅是关系到你的个人生活，更关系到整个红鼎集团乃至云家的命运。爸，我是您女儿，结婚这么大的事儿，您不能这么亲自替我做决定的。这件事就这么定了。如果我要是不答应呢？你就不是我的女儿。爸，你怎么能？袁总您好，您现在的身体情况，我们建议您进一步的留院观察，做一个更加全面的全身检查。全身检查？我爸为什么要做全身检查？
我们现在发现袁总身上有一些潜在的病症，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确诊。你胡说，不可能！我爸身体健康的很，你们一定是看错了。够了！罗德昌，我自己知道，你要是还认我这个爸，你赶快去民政局把婚给我结了。爸，带他走。小姐，请。都没听见吗？我自己会走。哎，你们家小姐怎么还不来啊？赶紧催催。哎，我是来结婚的，你们穿着黑西装，戴个黑墨镜，已经够不吉利了。云小姐，你怎么才来？难得呀，过了这么多年，你还记得我？我怎么能把最霸道的云大小姐给忘了呀？是吗？可我认识的段飞，是不会弄丢这个的。你的腕带呢？哦，那个腕带啊，早都不知道它丢哪儿去了。那看来，这条腕带不是你的了。没想到，真没想到，没想到什么啊？没想到你是要成为我的法定小老婆。想想也觉得划算。肤浅。哎，我说我爸怎么会把希望寄托在你这种人身上？是不是你威胁我爸？一定是这样。云小姐，我也是受害者，连自由恋爱的权利都被剥夺了。段飞，你变了。我变帅了吧？得了，赶紧进去吧，再不进去，民政局的人都下班了。你们俩这是来办结婚的？是啊。这世道还真是变了，现在结婚的一个个哭丧着脸，跟办离婚似的，真搞不懂你们年轻人。唉，从此我只能看一个女人了，为结束单身生活感慨一下。段飞，你说够了没有？那我给你们办了。办吧。好，请二位去那边照张相。哎，你瞧你这副吃相，你是从哪个穷乡僻壤来的呀？你这要是让公司随便哪个同事看见，你让我怎么解释啊？啊，我跟人家说，这是一位韩国来的华侨，这么多年都没有吃过一顿饱饭的，素质低了点，您别介意啊。你说什么？我是你老公，不是你小孩，把我盯这么紧干嘛？不习惯啊，我们就保持距离。你老盯着我干什么？我看我老婆不行吗？你以后在外面可不可以不要老婆老婆的叫？是一个红顶的总裁，跟你这么一个身份不明的人在一块吃饭，我已经够说不清了。你以后出去不准跟别人说你跟我结过婚啊！求之不得啊！哎，咱俩结婚都是我爸安排的，你不要以为你现在就是总裁丈夫了啊！等我有一天说服我爸了，你这么多年从哪儿来的，你就给我回哪儿去！君妈，如
누가 그렇게 말이 많아? 누가 들으면 막 두두두두두 막 총 쏘는 줄 알겠다. 그리고 막 여자들은 이렇게 호리호리하고 막 네 서방님 사랑해요 막 이러는데 너는 그냥 바주카포 들고 추축 뿡 이런 느낌이야. 알아? 그리고 내가 당신이랑 좋아서 결혼한 줄 알아? 아니야. 나도 너 안 좋아해. 어? 아, 어릴 때 그 예쁜 소녀가 괴물이었네, 괴물이. 따라해봐. 괴물. 段飞，以后我听不懂的话，你不许再说了。 당연하죠. 哎，你别太过分啊！想吃就吃，不吃拉倒。对不起啊，这顿饭是我吃不了的。再见。啊，不对，不见。一路顺风啊！ 童豆，你回来了。有事吗？检查结果出来了吗？出来了，我的伤没什么事儿。真的？哎，真的，就是一点小毛病，没什么可奇怪的。 没什么奇怪，我看你倒是挺奇怪的。彤彤啊，上午我对你态度不好，爸爸向你道歉啊。爸。 什么是阿尔茨海默症？就是老年痴呆嘛。什么？爸，你怎么没有早点告诉我？这点病要了我的命吗？有医生的治疗，有你的陪伴，爸爸一定没事儿。啊。彤彤啊，爸爸这辈子就你这么一个女儿。 公司交给你，你不怪爸爸吧？爸，你说什么呢？红鼎集团是咱们云家的产业，我有责任、有义务经营好它。可是我不明白，为什么让我嫁他？彤彤，结婚的事儿是你出生的时候就决定了，等你们长大了，你和段飞结婚了。 可为什么不是别人，偏偏是他？我欠段飞爸爸一条命。我们彼此承诺，等你们长大了结婚。段飞仪表人才，又能保护你，你嫁给他，我放心呐。唉，不知道哪天我糊涂了，就来不及了。不会有事儿的。 一定不会的。Yes， 输了吧，妹妹？你玩赖。 输不起啊！我们再玩一次。都玩了10几局了，你看你没钱买币子了吧？你才没钱买币子呢，我有的是。哎，你等着，我让我哥来跟你玩。哥，我不是你。哎，我知道你想让我早点回家，对不对？ 我就再玩10分钟，10分钟肯定回家。哥，有人欺负我，就是他。你帮我呀！你帮我报仇！你帮我报仇！你帮我报仇！来来来来来！
那所有的币子现在都归我了。你等着下次再找你玩，哼！拜拜。哎，你叫什么呀？别管我叫什么，你的忙我帮了，我走了。哎，既然你都帮我报仇了，我得谢谢你啊。不用谢。哎，你等等我。我们做朋友吧。我为什么要跟你交朋友啊？我叫苏小雅，你叫什么？喂，冷风，你怎么来了？好吧，我马上过去。哎，喂喂！喜欢吗？老混蛋，把这买下来了，让我来打你。这里以后就是我们的基地了。老混蛋花这笔钱，不会是让你来监视我吧？你想太多了，我来是为了帮你。帮我？别扯我后腿才是。老混蛋啊，是怕你太寂寞，这才让我来陪你。你在这儿也算有个落脚的地儿，还能经常见到我。好了，你赢了，你赢了。嘛呢，老大？你就不能让我一次啊？你来干嘛？什么叫我来干嘛呀？我来当然是来帮你啊！帮我？知道是什么情况吗？重要吗？这次不同以往，情况要棘手得多。棘手？我就怕他不棘手。云总，你的咖啡。谢谢。怎么了？脸色那么差？没什么。秦雪，我让你做的那份商业计划书都做好了吗？还差那么一点点。进来。韩总，您找我。高进啊，看来让你派人教训云师彤的事儿没有办好吧？韩总，对不起，半路出现了一个高手，救走了云师彤夫人。韩总，实在抱歉。警察现在正在调查这件事，你看你是怎么搞的？我会让他们把嘴都闭好的。就他们父女俩的那个高手，你调查清楚了没有？哦，我正在调查。徐总，您的咖啡。文文，辛苦了啊。不辛苦，徐总才辛苦。没事，我先走了。哎，文文，别着急，今天你的衣服很性感啊。徐总要喜欢，我每天都这么穿。喜欢，特别喜欢。徐总，这个文文，徐总，办公室这么多人看着呢。没人，没事儿啊。我想问问，今天的咖啡里放奶了吗？
哪位？徐总监，有个事情我要跟你说一下。哦，云总。啊，您说。哦，好，人一到我立刻安排。好，哎，您放心。啊，客气了，云总。好。段飞，没听说过呀。云总还亲自安排，怪事。36D 呀。素质啊！我给你们说的就是素质问题，要 gentleman 啊，不是穿个西装就是 gentleman， 你们要从里到外都是 gentleman， 懂吗？要像我啊，你看我的穿着打扮，跟你们是一样的。你的眼睛一定要擦一擦，还有你，哎，等会儿，你是干什么的？我来报道。报道？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你？你哪个部门的？我说了，我来报道，别挡路啊！哎，等会儿，过来，登个记。哎，什么人呀？太嚣张了！哎，你就是段飞？对，是我。我跟楼下的保安队长打过招呼了，你下楼去保安部报道吧。保安？徐总，你没搞错吧？没错，你快去吧。这是云总的意思还是你的意思？你管谁的意思啊？让你去你就去。云世彤，走啊！韩叔叔您好。彤彤啊，哎呀，好久不见了啊，越来越漂亮了啊！谢谢韩叔叔夸奖，我今天第一天上任，资历尚浅，还望您不吝赐教。有什么不懂的，随时可以来找我啊！啊，谢谢韩叔叔。我们开始开会吧。我认为红鼎应该压缩传统业务，转而将注意力放在时下正热的电子商务领域。电子商务并不是传统商业的死敌，而是能有效刺激传统商业发展的一针催化剂。彤彤啊，你可知这一针所谓的催化剂需要我们付出多大的代价？恐怕没等你这针催化剂生效，我们就早已赔得血本无归了。韩叔叔，您是前辈，您应该知道，没有哪一项革新是不需要付出代价的。商场如战场，你说的这些个大道理，我们都知道。我们红鼎集团的发展需要的是切实可行的商业方案。那么，我要问一下云总，你的具体方案呢？具体方案的雏形，我已经想好了。想好了，就是没做出来呢。没有方案，那岂不是天方夜谭了吗？这并不是天方夜谭。云总，请你不要忘了，红鼎集团是怎么发展起来的？那可是当年我和你爸爸一间一间的店铺开起来的。我们有多少个日夜没有合过眼，才把红鼎建成了天海乃至全国都具有影响力的商业地产集团。你一句话要赶电商，那就意味着必须要压缩传统业务的资金呐。说句不该说的话，这就是忘本。韩叔叔，
关于红顶的转型方案，我已经下定决心了。今天我们没有达成一致，那先散会吧。玻璃太硬，又太薄，就容易碎。好久不见，怎么不认识我了？刘峰，你回来了？回来找你。找我？你当初不辞而别，现在又回来找我做什么？石头，那个时候我是有苦衷的。都是过去的事，你不要再说了。我明白，你是不会原谅我的。我这次回来就是要跟你解释清楚这件事情。刘峰，有些伤痛不是解释就能弥补的。石头，我们能不能找个地方好好聊一下？对不起，我要回家了，再见。石头，是不是又能大干一场？你啊，唯恐天下不乱。他那是闲不住。看来人都到齐了。老大，老大，我已经和云世彤结婚了，我需要在他身边，24小时有人。没问题。不是老盯我看干嘛？我就是开心，我们就可以一起并肩作战了。我可真服了你俩了啊！要不然干脆在一起得了，整天腻腻歪歪、磨磨唧唧的，真烦。哎，我倒是觉得你们俩挺合适的啊。他不是我的菜。那你也不是我的菜。你该。新婚快乐！芷晴，你吓死我了！姐，我可是特意回来祝贺你新婚快乐的。当当当！怎么了？不开心啊？别提了。其实我根本就不想结这个婚，也不想嫁给这个人。啊？那为什么呀？算了，不提这个事儿了。对了，你不许告诉别人我结婚了啊！我不说，我又不是大嘴巴的人。那我姐夫怎么没跟你一块回来呢？你别跟我提这个人。行了，我今天工作也挺累的，我先上楼洗个澡。谢谢啦。怎么就结婚了呢？跟谁结婚了呀？这里是云世彤家吗？对啊。啊，你就是我那姐夫吧？你谁啊？啊，我是云世彤的表妹。恭喜你啊，姐夫娶到美人归。该恭喜你姐夫啊，嫁给了我。哎呦喂，姐夫，我看你呀，是不是对自己有种
盲目的自信。人呢？洗澡去了。哦。哎，姐夫，你怎么惹我姐了呀？我姐对你怎么意见那么大呀？你还不了解你姐吗？她是一只母老虎。你说人你？要不然你再说一遍。 성질이 장난이 아니라고. 要不然你拿中文说一遍。懒得理你。准备。是挺讨厌的哈。你上来，我有事跟你讲。好。林叔叔啊，都结婚了，不可以叫我爸爸吗？ 爸，你在韩国历练了这么多年，我把保护女儿这么重要的事交给你，你应该可以让我放心吧？当然可以。那就好，你快去找彤彤吧。好。谢谢。 开门，你爸要是知道了，他会生气的啊！干什么？儿子，睡楼下。 把衣服换上。就穿这个。这个是工作服。那我工作是什么呀？最近巡逻，要走得笔直，不许坐，不许喝水，每2个小时轮椅换岗。今天你刚来，还需要学习很多的东西啊。那我巡逻，你做什么呀？我是保安队长，用得着你来问我？在保安队，我一个人说了算。换上。再换衣服啊？挺合适你的。你姐在上面，不在这儿。哎呀，我不是来找姐，我来找你呢。找我？对呀，找你不行啊？我一个小保安，找我能有什么事？我想让你陪我去个地方。我在工作。没关系，我跟我姐说过了，她准你的假啊。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了呀，不像骗人。我不信。要不然我给我姐打电话了啊，说你欺负我。你。来。叶小姐，您又来了。帮我把车停好。看来你是常客。来都来了，还问那么多？走。哎呀，走啊！拜拜。
请一名挑战者挑战我们天海星星擂主。那个人到底是何方神圣？这人是段飞。段飞，这次有你好受。老大，听说你要挑战我？你怎么跑这儿来当擂主了？业余爱好。比赛唯一的规则就是没有规则，究竟谁能获胜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领导，既然上了擂台，那就别怪兄弟我手下不留情了。别废话，来吧。姐夫，你到底是干什么的？我，保安啊。不可能。拳赛你也看了，赶紧回家吧，我还得工作。哎，他是谁？你来干嘛呀？我来找你呀。说他是谁呀？朋友。什么朋友？说你是谁？哎，怎么了，老大？有人找你麻烦？擂主，老大。哎呀，走走走，不是，他是谁呀？走吧。老大，我昨天刚打的擂主，你这一脚踢的我也太丢脸了。我还没用劲呢。从这一脚就能看出，我就不是你亲弟。你要是亲弟的话，不止这样对你了。哎，对了，你弟最近怎么样？他呀，太笨，还在老混蛋那训练。我功夫有长进没有？跟你弟比的话，差不了多少。不是，哎，老大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啊！我既然跟了你，你就应该把你那些绝学通通教给我。那看心情吧。哎，老大，冷风说了啊，他已经开始着手调查一些事情了。那你好好盯着云雪彤身边的人，交给我吧。哎，老大，今天你打赢了我，你就是这儿的擂主。到时候一波一波的人跟你挑战，你别嫌烦啊。你接着当擂主吧，你跟他们说，我没兴趣。得嘞，走了。段飞，你太帅了！你别走。
投资这个拳场这么久，第一次见到这么帅的人。哦，哎，你真不记得我啦？不记得。那天晚上？那天晚上。哎呀，我哥哥。啊，再见。哎，你别走呀。你得送我回家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喝酒了呀。去换衣服。你等我。姐，芷晴，你怎么来了？姐，你到底了解段飞多少啊？你被他骗了。我被他骗了？骗什么？我啊，今天带他去的地下拳场，让他去挑战擂主，他居然赢了。谁哪知道他几下就把擂主给打倒了，特别厉害。你带他去地下拳场？姐，我觉得呀，姨父让你们结婚一定是有道理的。哎，等等，你这么晚过来找我，就是来跟我说这事儿的？不是说其他的事吗？没什么了。姐，一会儿去哪儿啊？我回家啊。我也想去。你给我乖乖回家睡觉。啊不，我跟你一块儿去吧。去哪？真的。坐。恰克斯基，我看你别做商人了，我给你介绍个交响乐团，你去做指挥，我看你做那个更合适。让一个人讨厌一个爱好最直接的办法，就是把这个爱好当职业。要是没有音乐中和我的生活，我可能会很讨厌我的商人身份。说正经事吧，韩副总，红鼎也是你一手建立起来的。我知道你不想看着它落在一个丫头手里，夺走你几十年的心血，但是你也必须得知道，小不忍则乱大谋。红鼎迟早会牢牢地掌握在我们的手里。我相信韩总的智慧，我们联手，你一定能得到你想要的。我们联手，你能做些什么？有很多事情啊，我可以做到，但是你不行。哎，段飞哥，你不能走。干嘛？再聊两句嘛。你说我听着。你还记得我叫什么吗？你叫什么呀？我生气了，我都跟你说过我叫什么了。我叫苏小雅，记住了吧？好，我记住了。既然我们都是朋友啦，你留个电话给我呗。我发誓，我保证绝对不打扰你，就偶尔打一个。把手机给我。给。那段飞哥，我还有一件事。你还有什么事儿？这可是我初吻，你要对我负责。累了吧？公司情况怎么样？不累，公司一切的进展挺好的。段飞
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？我不知道，你自己问他呗。新婚之夜，你把段飞关在门外，怎么回事？我为什么不能把他关在门外？我跟他领证已经够勉强的了，我对他没有感情，没法接受他。他是你丈夫啊！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？在我心里，我根本就没有把他当做我的丈夫。你再怎么逼我，我也接受不了他。你是胡闹吗？这是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啊？我为了你和红鼎的未来。那你也不能这样安排我的人生。彤彤啊，你要学会接受，这样我才能放心的走。爸，我知道你有你的用意，但是段飞的突然这样出现在我的生活里，我真的很难接受他。爸，我回来了啊！快来，来坐。老婆大人，我回来了。段飞，你无耻！爸，你看他脸上是什么？他是什么样的人？你看到了，不需要我解释了吧？段飞啊，把你脸上的东西洗干净再来，快去！怎么了，兄弟？有什么事儿跟哥说，哥帮你解决。你说他为什么就不喜欢我呢？我那么喜欢他，还当着我的面跟别的男人勾勾搭搭的，我哪点比得上了我？女朋友被人抢了，你别伤心，咱再抢回来呗。怎么讲？我又打不过人家。再说了，你当我是什么人？我是真心实意的对痴情，抢回来能幸福吗？兄弟，我跟您说的是智取，女人需要的是什么？是吧？女人需要的是男人的英勇。你比那小子差哪儿？我打不过人家，没人家厉害呗。怎么样，这主意？我也没想到。臭流氓，无耻，下流。人面兽心。这可是我初吻。爸，对不起啊，我今天真的不是你。好了，好了，没必要跟我解释。彤彤，对不起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，请听我解释。滚！你要是再不开门的话，我就站在门口一整夜。一整夜，谁信呢？哎，爸，您来了。哎，没，他耍啥脾气呢？啊，师彤啊，马上会给我开门。哎，别，哎，别，真的别，他就是小孩子。您放心，师彤马上会给我开门。你不用陪我啊。喂，
你新郎官来挺快啊。哎，老大，这么晚叫你出来，会不会打扰你们俩的生活？行了，这么晚找我什么事？跟我来一下。送你个礼物，明天把这儿布置一下，以后我们就有地方思考了。怎么样？挺好的。我们大概调查了一下，现在呢，天海市有3家集团，苏氏、天浪还有红鼎。这3家集团呢，基本上控制了天海市近半的商业产值。苏氏集团头号代表人物苏老，今年已经70多岁了，现在呢处于退休状态。第二个呢就是天浪，老总是魏天浪。这家公司表面上看起来很干净，但是背地里也少不了很多的灰色收入。第3家就是红鼎了。老大，你老婆公司的事儿，你不是应该比我们更了解吗？快，行。红鼎集团呢，主要的业务呢是做商业地产。这2年随着电商的迅猛发展，红鼎受到了不小的打击。所以呢，云石彤大胆地提出了电商的计划的改革。但是我觉得吧，你老婆呀，就是想法很大，她根本没有考虑过，只要是改革，肯定会涉及到公司某些人的利益。所以啊，我觉得是这样。有些人会为了利益赔上信誉。不过这些跟我爸的死有什么关系啊？所以我们觉得深挖一些人，说不定有惊喜。那接下来把2个集团盯死啊！帮我？我堂天浪集团的老总，需要你来帮我。有红鼎集团在，天浪集团就永无出头之日。而魏总您，也只能活在云鼎的阴影里。而我呢，能够帮助天浪集团多分一杯羹。凭你？单凭我一人自然是不行，但是你怎么知道我背后没人呢？我既然敢来，就是做好了十足的准备，当然还有诚意。既然这样，那你就说说吧。红鼎集团现在分成2派，云鼎老不中用，云石彤还势单力薄。韩元仓想独吞红鼎，从某些方面来说，我们有着共同的敌人。共同的敌人？对，云石彤。云鼎强塞云石彤进公司，早就惹怒了韩元仓。如今韩元仓想独吞红鼎，就必须赶云石彤下台。这点简单的道理，你这么做，你的目的是什么？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？我们想要的结果是一样的，那就是打垮红鼎。天海的商业格局到了重新划分的时候。怨我啊！你不是走了吗？12点回来的，你快走！
我就不走。我们不是结婚了吗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想睡觉。这里是我家，你要睡觉你出去睡。这里也是我的家。好话不说第二遍，出去！彭总，你怎么了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演戏，过来。叫什么？老婆，老公，彤彤，段飞，你别这样，你也别这样，我受不了了，我也受不了了，我更受不了了。够了，你笑什么笑？你不是想睡觉吗？睡地上。你要是不想这样演戏的话，我明天可以搬出去住，这样爸爸就管不着了。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我睡着了。那我再找一下吧，好吗？等会儿。 What a difference a day made. 24 little hours. Bought the sun and the flowers where there used to be rain. 没事吧？德飞，来，把这个送上去。18楼不是不让去吗？这个你就不知道了。如果快件紧急的话，也有例外。再说何主任已经催了好几次了，你就给他送上去吧。不要管其他的。走走。有人吗？你找谁呀？我找何主任。你怎么上这儿来了？送东西啊。保安不得擅入15楼以上的办公区域，这是公司的规定。你没上过员工培训呀？爱要不要？哎，你站住！你违反了制度，我告诉你领导。让开！哎，你什么事儿？吵吵嚷嚷的。何主任，徐总让我给您送东西，谁知道这个新来的保安违反了制度，竟然上这儿来。这没你什么事儿了，下去吧。哟，是你啊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段飞。段飞。你到这个地方来，严重违反了公司员工的条例，你知道吗？我刚来不久，还不了解什么制度。你这是什么态度？信不信我开除你？妮妮，我把东西给你了。如果你想开除我，那谢谢你了。拜拜。
飞哥哥，段飞哥哥，怎么又是你啊？什么叫又是我呀？来坐。哎，你还记得我叫什么吗？你叫我叫苏雅小。我再说一遍，我叫苏小雅，苏小雅，苏小雅，记住了吧？你怎么找到我的？我可是花了大价钱才问到的。哎呀，段飞哥，你别走嘛！有什么事快说。没事就不能找你了？是吗？我就是想你了。无聊。哎，段飞哥，你不能走，我这次是真有事儿。到底什么事？你快说。我遇上麻烦了，你必须得帮我。你自己想办法，我正在上班呢。我是真遇上麻烦了，你要是不帮我的话，我就不走了。随意。不是，你要帮我，是真的，你。既然我们都这样了，是不是代表你同意了？你说吧，你想干嘛？我开车。走吧。怎么回事啊？快点把剪刀给我，把剪子给我，走，跟我去办公室。快点，去办公室。我都已经练了好久了，怎么还是赢不了你？因为你笨啊！我不会放弃的，你给我等着！哼！拜拜。我有急事，我要走了。你怎么又要走啊？我要跟你一起去。那你先把假发摘了。为什么？我要去档案馆。哎，你说昨天晚上他也不知道去哪儿了，带着个口红印就回家，连遮都不遮一下。啊？说我们好歹也是夫妻，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吧？我现在想想就一肚子气。男人怎么没一个好东西？你知不知道你剪照片是件很没有道德的事情？我很需要那张照片。你需要它就要捡走它吗？这张照片都20多年了，它是有历史价值的。如果每个人都跟你一样，需要照片就来我们这里捡，那我们资料馆还开不开了？你跟他说我害怕。你是谁呀？我是他哥哥。你们俩兄弟长得差距也太大了吧？双胞胎。段飞哥，没想到你还有这样一个弟弟呀！这张照片对我来说很重要，我必须要拿。你以为你是谁啊？说拿就拿吗？姐，你又是谁啊？我是他老婆，也就是他嫂子。我这个弟弟啊，脑子不太正常，然后照片剪都剪了，也粘不回去了，你就睁一只闭一只眼给我们呗，对吧？爸，他犯病了，我想回家。妈，我饿。阿姨，你有没有牛奶？哎，算了，你们快走吧。
以后可不要这样了。谢阿姨。都几点了？早就该下班了，真是的。谢谢啊。等一下，美女。你们想干什么？哥几个最近手头有点紧，想借点钱来花花。我们没钱。没钱？没钱，我们可保证不了你的安全。你们别过来，再过来我报警了。快点，快点，把钱拿出来吧。拿钱，快点，快点。你谁呀？你管得着吗？你给我等着！哎，别谢我们啊，应该的。小九，哎，大嫂，以后对我老大好一点。好。林总，我先送你们回家。什么情况？嗯，你指使的？不说。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说还是不说？走。哎，不是。